1993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及1944年11月12日在伊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纪念日之际，由土耳其的所有维吾尔组织、瑞典、德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等欧洲国家的维吾尔组织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各个组织负责人、公众人物、神职人员、前卫青年分别进行了发言。中共病毒疫情的清零政策导致了各地次生灾害的不断发生。中共以静态管理、原则居家、集中隔离等形式，在所谓新疆已封控超过了3个多月。民众在微博发出的求救信息显示，当地物资供应不足，病人和孕妇求助无门，甚至有老人因饥饿绝望上吊自杀。各地的清零封控措施还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近2日，伊犁部分解封，民众走出了家门，呼吸了新鲜空气。不知中共接下来还有什么阴招控制民众？中国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3个部门11月9日公布了名为《“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的文件。文件表示，到2025年，中国将实现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11月15日，在伊斯坦布尔司法庭前，遭遇中共破坏的东突厥斯坦受害者家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中共官员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所谓的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根据美国新闻网站报道，10月20日，获利参议员提出了就新疆暴行制裁习近平议案，认定习近平参与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行。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押在再教育集中营，进行了种族灭绝，造成了死亡和严重不治之症等严重后果。根据自由亚洲电台11月9日报道，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库尔勒市公安局发出的悬赏通告称，马赫穆提穆伊丁在逃，对提供有价值线索协助抓获的，将给予20万元重奖。对此，维吾尔国际人权及民主促进基金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要求中共必须披露库尔勒越狱的细节。11月15日，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连续5天本土病例破万，政府一再升级管控，但不考虑民生的做法引爆民怨。14日晚，广州居民爆发了抗争。上周，当局发布了优化防疫20条，放出了逐步开放的信号，但中共既要清零又要开放的政策，使地方政府无所适从。除了所谓新疆、广州、重庆等地继续加码管控，据不完全统计，部分地区相继宣布取消或暂时不进行全员核酸。北京也在周二关闭了部分检测点。但民众的反应不一，取消了全员核酸检测后，由于疫情汹涌以及政府管控不透明等因素，吓得民众自费排队做核酸，学校开放返校，家长却不敢让孩子去上学。另外，中共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清零政策下，中共的经济继续受创，10月份的零售额同比下降了 0.5%， 真实的数据可能更糟。经济学家们将今年中国的 GDP 增长下调了 3%， 为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自由亚洲电台11月16日报道，在调查荷兰皇家空军上尉穆尼尔丁的母亲和嫂子的过程中，证实了他们已被中共当局以与外界联系为由判了15年的监禁。穆尼尔丁上尉表示，由于职业责任和工作需要，他长期远离政治活动。就这样，无耻的中共当局还是将他的母亲和嫂子关押，被判15年有期徒刑。对此，穆尼丁强调不再沉默，并且会尽其所能。11月16日，由美国国会两党两院一院领导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权和法治现状的2022年度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继续使用威权治理工具，限制其公民的基本人权，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对在境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和公民进行跨境镇压。
此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国政府有系统地对批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人员、维权人士和人权律师、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妇女权益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民族实施残酷的审查、酷刑和拘押手段。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了在所谓新疆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对维吾尔人实施包括强奸、强迫堕胎和绝育以及强迫劳动等手段。报告还建议提高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的能力，以应对中国的跨镇压以及恐吓维吾尔人、香港人、藏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努力，并且加强对在所谓新疆参与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通过建立中国审查监督和行动小组，来保护美国企业和个人免受审查和恐吓，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恶意影响行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1月15日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涵盖了对中共2022年内政、外交、经贸政策等5个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美国的影响，并为国会提出了39条针对性的建议，制约中共。周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长达785页的年度报告，涵盖了中共决策与习近平的集权、美中贸易关系、美中安全与外交事务、台湾及香港等多个议题。报告指出，中共在这些议题上的政策和实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一人独尊的集权化统治。从教育和流行文化到战争与和平，所有的关键决策几乎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表示，2022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计代价。为避免日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习近平还提出了双循环概念，即在减少中国对关键物资进口的同时，增加西方国家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性。此外，报告还建议国会应与盟国合作，遏制中共对人权的压迫，以及对台湾和所谓新疆及香港的控制。根据德国民进网周刊报道，德国联邦外交部起草了对华新战略草案，绿党籍外长要求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进一步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在未来，尊重人权将成为塑造双边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德国外交部已向其他部委提交了一份长达59页的德国政府对华战略草案，将在数天内对草案进行投票。中国的人权状况将对德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产生更大的影响。文件内容显示，维护人权将在德中两国未来经济关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并指出经济发展和人权并不矛盾。这份对华战略文件具体谈及所谓新疆和西藏的人权状况，要求对投资担保采用严格的标准。据说每个公司和国家最多可以获得30亿欧元的投资担保。另外，还在考虑对环境标准、社会标准和避免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进行更深入的审查。对出口业务发放贷款的标准也应收紧。针对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该战略草案甚至没有排除严厉制裁的可能性。在谈到制裁时，该草案指出，在欧盟框架内，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手段确保没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供应链，我们也准备支持停止从有特别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地区进口产品。